一次會為大家介紹 Excel 入邊其中一個最常用嘅功能 XLOOKUP。XLOOKUP 呢個功能需要 Excel 2021之後嘅版本或者 Office 365先會有。先講下 XLOOKUP 嘅基本結構，我哋用一個例子簡單說明。XLOOKUP 嘅主要用途係根據某個資料去尋找其他對應嘅資料。假設我哋而家想利用 XLOOKUP 去揾下 ID 22161嘅同學叫咩名，我哋輸入等於 XLOOKUP 開括號。可以見到 XLOOKUP 基本上要輸入3個主要嘅 parameters。第一個係 lookup value，即係你想用邊一個資料去做配對。今次我哋根據 ID 22161去揾呢位同學個名，所以就選擇返22161，之後打逗號。跟住係 lookup array，即係要用邊個 column 嘅 data 去搜尋22161。呢一個情況我哋選擇 column A， 再打逗號。第三個 parameter 係 return array， 即係當 Excel 喺 column A 揾到22161之後，你想佢顯示邊個對應 column 嘅資料。今次我哋想揾同學個名，所以我哋選擇 column B， 然後按 enter 就會揾到對應嘅名。XLOOKUP 亦都可以一次過查找多個資料，例如根據一啲 ID 去一次過查找其他嘅資料。我哋首先清除返條公式，然後可以一次過選擇多個對應嘅儲存格，輸入等於 XLOOKUP， 再次選擇22161呢個 ID， 然後逗號，選擇 ID 嗰一欄作搜尋範圍，再輸入逗號，最後我哋一次過選擇整個對應嘅資料範圍，然後 Enter 就會一次過揾到多項資料。由於公式係根據呢個儲存格去搜尋，所以我哋可以透過更改呢啲 ID 去尋找對應嘅資料。我哋可以將其他 ID 輸入到呢個範圍，例如輸入24577，公式就會根據你所輸入嘅 ID 自動進行搜尋。除咗以上3個 parameters，XLOOKUP 仲有3個非必要嘅 parameters， 分別係 if not found、match mode 同 search mode。而家先介紹 if not found 呢一個 parameter， 用嚟指示系統當搜尋唔到任何結果嘅時候，佢應該顯示嘅結果。我哋而家嘗試一下輸入一個喺 dataset 唔存在嘅 ID。XLOOKUP 如果揾唔到相關嘅結果，就會出現 NA。如果我哋唔想佢出現 NA 嘅話，可以更改條公式，喺 if not found 嘅位置輸入你想佢顯示嘅文字。例如希望佢喺揾唔到相關資料嘅時候顯示 ID not found。我哋喺 return array 之後打逗號，之後輸入雙引號 ID not found， 再按 enter。系統就會喺揾唔到資料嘅情況下顯示 ID not found。如果想結果維持空白，就輸入連續2個雙引號。今條影片暫時去到呢度，下一次會介紹 XLOOKUP 最後2個 parameters match mode 同 search mode 嘅功能。